主后2023年7月初2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浪子回头的沉重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40篇。我耐心听候上主，伊有鸭耳孔听我的哀求。伊对死亡的陷阱，对土迷中甲我救起来。伊互我徛伫石盘顶，互我的骹步稳固。伊教我吟新的诗，唱歌学乐咱的上帝。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。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伊无拜偶像，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！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，要讲嘛讲袂了。祭司甲礼物你无介意，烧化祭甲赎罪祭你嘛无爱。你有开我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，我伫遮。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趁，你的律法伫我心内。我伫大聚会中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。上主啊，你知我要一直宣扬。我毋捌将你的公义看捌伫心内。我已经有讲起你的信息甲救恩。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暗看你的慈爱甲信息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，愿我的慈爱甲信息不时保守我。因为有算袂了的灾祸围困我，我的罪恶惹着我。互我的目睭袂看见，这个罪恶比我的头毛较济，我完全失去勇气。上主啊，求你欢喜拯救我！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！愿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，拢流开见笑；愿爱我受陷害的人，败体受凌辱，愿对我讲：吼，你惨啊！迄个人因为见笑撤退。愿找求你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羡慕你拯救的人，时常讲：着尊上主做大。总是我困苦散赤，主犹顾少年我。你是我的帮赞，我的拯救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言前。浪子回头的沉重。浪子回头是教会内常常听到的得救见证，互人看见上帝恩典伟大，赦免人的悖逆。毋过，即款见证将面容易互人掠做，我先满足家己的逐种私欲，最后才搁彻底悔悟就好。等我得要死的时，才搁再来悔改受洗。若有即种想法，实在是甲上帝的赦免当作是廉价的恩典，忽视罪所造成的伤害。另外一方面，过度美化浪子回头即类的故事，恐惊也会形成一种错误的期待，就是希望所有受害者拢会当接纳加害者，毫不保留原谅，而且不论加害者是毋是有意识到想要甲上帝和好，就需要大声甲人先和好。若莫看加害者，受害者需要修复关系的对象，就只有上帝，因为伊是万事万物的掌权者。
这是人甲上帝之间微妙的关系。伫世人的祈祷中，上帝总是沉默承受伊迄无体宣泄的悲怨。现今台湾人对浪子回头这个词的了解，检采是桥仔两乐团创作的台语流行歌。这首歌唱讲，怀伫我的人生敢若狗屎，我无钱无某无囝，敢若一条命。朋友啊，斗阵来搏！精准勾勒出边缘少年的挺胸斗怀，实在是来自一无所有的空虚。诗篇40篇所要表达的拄好对反。开头是诗人见证上帝予伊大难不死，佮表明愿意顺服的华美颂词。伫中心，上帝一直伫支持以后，要转做侵害报应、受甲上门的狼狽，因为安尼简单会当向上帝呼叫。前半段，诗人是上赞上帝的忠实信徒，后半段是互灾难罪过对象彻底击溃的浪子。面对过去种下的恶果，庄严的外衫完全受剥除，敢若剩光壳壳、无助甲卑微。因为安尼，上帝信息和不变的疼，成做诗人唯一的愿望，也成做伊面对过往的动力，直到不得不伫祈祷中重新宣告上主是伊的拯救者。传统上认为，这首诗篇是大笔的诗，反映大笔高调起落的人生。不过，诗的内容也隐约反映以色列族长雅各的故事。雅各因为欺骗爸兄，着出外流亡，踮异乡受欺凌，想要回归，却需要重新面对兄长。伫雅各的归乡路中，上帝任凭伊内心饱受吓惊，反复煎熬，落尾亲自伫雅博渡口甲伊会面。对安尼，雅各无搁再共款。检采这拄好是上帝出在世人，互过去对着所爱成就的。上帝赦免接纳罪人，总是上帝并无轻易免除人的罪责。值得安慰的是，无论上帝的意念安怎，君王大笔族长雅各甲诗人，总是通将愿望放踮上帝身上。伫痛苦煎熬中，上帝是人唯一通祈愿的对象。伊一直甲愿意坦诚认罪的人相甲行。默想，人生虽然有痛苦，总是也有上帝的同在。甚至苦难可能是深刻经历上帝的机会。这是毋是会当互我勇气承担过去的罪责？人生虽然有痛苦，总是也有上帝的同在。甚至苦难可能是深刻经历上帝的机会。这是毋是会当互我勇气承担过去的罪责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甲信实的主，求你保守我伫这是非不明的世代，袂轻看做所带来的苦果，搁带领我勇敢承担应有的罪责，致力甲身边的人事物经营和谐的关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，
平安。